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伫约翰福音，咱伫第一章的所在，伫43节到51节，伫即个中间，伊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耶稣伫即个中间要铺掉伊的门徒。事实上，咱对43节开始读，但是若是头前对35节，又搁另外搁找到两个学生。然后，真找到的即个腓力是第三个学生，即个第三个学生腓力真特别。我想有真侪时，咱拢伫即个中间看耶稣呼召什么人来成做伊的学生。到底是因为耶稣真有迄个吸引力，所以呼召的人愿意跟对伊，也是耶稣伫即个中间知影人心内所想的是甚物，所以伊去迄个有心的人来呼召伊。今仔日咱所用的题目用加利利的耶稣，但是伫即个中间，点菜咱有几项物件会当先来看。第一个，圣经中间所讲的加利利，其实是一个地区的名，这是一个地区的名。遮个图可能咱有可能看了无法度解清楚。这规个是以色列，顶悬即个是加利利海，下底即个是死海，所以要看卖。加利利伫北边还是南边？北边，伊伫加利利海的边仔，所以即地差不多叫做加利利的所在。然后，咱伫圣经内底常常会听到有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是伫加利利的南边，即个所在叫做撒玛利亚。然后上南边即个开始叫做犹大地伫即个所在，基本上亲像分做三个部分，但是北边即个所在是伫北以色列，也是甲犹大国比起来是较早灭亡的所在。所以伫北边的以色列，北以色列，伊是迄个亚述帝国来灭亡。但是即个加利利，即个区域，即个加利利，伊伫圣经旧约的中间较少记载，即个名词无出现。所以伫旧约的内底，较少去讲到即个加利利，但是较趣味的是，伫旧约时代，加利利即个山区，即个是差不多真侪石头，然后宽度大概遮无写500公尺到500尺到700尺，它其实是个山地丘陵地。然后伫即个中间，伫旧约时代，伊是分互拿弗他利甲西布伦。就是12支派内底其中2个支派，即2个支派，拿弗他利甲西布伦，因所分派的土地伫以色列的北边。遮个支派当初是分到土地时，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爱将异族、异教的人爱赶出即个土地，因为即个土地是上帝所应允予以色列的迦南地北边，但是。无一个支派做会到，意思就是讲，即块土地虽然是上帝讲首次要互以色列百姓分配互拿弗他利甲西布伦，但是还阁有真侪外来的异族的以及异教的人，还阁住伫即个所在。伫迄当时，若土地要得到土地，毋是用画的，嘛毋是扭线。咱可能有人知影，台湾早期伫分迄个土地是用扭线的，毋知咱有迄个经验无？听讲，阮永安以前遐个大地主，就是因为因的线真长，所以足够扭迄个线，甲迄个所在围起来，然后围起来了后，爱阁会记去做一项代志，敢有人知？去登记。围起来了后，爱去官府登记，不管是日本时代，还是搁较早的搁较早的时代，就是你将迄个土地围起来了后，爱去登记，登记了，就是你的。所以我一直感觉，毋是我无够，是因为我生毋着时代。我若生着时代，互我一条线，我嘛会晓来扭土地。但是即个中间，因所分配即个土地，毋是干那用线去扭尔，因爱去征战。爱去相拍，若讲较白，就是比拳头母，什物人的拳头母较大粒，
所以才会当抢到迄个土地。然后以色列2个支派拢无人会当将遮个异族外邦将因赶出即个所在，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代，伊捌将即块土地，就是咱今日讲的加利利，内底有几个城，将伊送互推顿、西罗推顿吼。咱的圣经内底，使徒新约圣经内底有一个推罗西顿，迄个保罗嘛捌伫迄个中间去宣告。然后即个推顿叫做西兰王，伊全将遮个城全送互伊，要甲伊和好。所以讲，我即几个城互你，咱来做好朋友，是安那要送互伊？因为歹管理。歹管理，所以转将遮个城送互伊。即个推罗西顿吼，即个推顿，即个所在，伊有一个足有名的物件，咱捌伫，我袂记我是伫石盘，还是伫对，还是伫讲道的时，可能是讲道的时捌讲着。因有一个足有名的物件，金币。上界顺当初时上界顺的金币，就是伫推罗，差不多就是伫即个区域。所以即个所在基本上毋是一个真单纯的所在，意思就是即个加利利后来伊因为亚述帝国、巴比伦，然后波斯，其实伊有足侪犹太人因为政策，然后失去因的王国土地，足侪犹太人拢去互赶出去，然后异族的人搁来到遮住，这是出现伫亚述帝国，所以即个加利利。其实并无咱所想的遮尔单纯，一直到希律王做王的时，伊将即个土地当作是伊家己的，所以有较侪犹太人全搬转来到伫即个所在住。即个所在并无单纯，但是特别的是啥物？特别的是耶稣是即个区域的人，所以常常会讲加利利耶稣，就是因为伊活伫即个所在。然后加利利嘛是耶稣伫遮传福音、宣教、开会上济时间的所在，差不多拢伫即个区域。耶稣有12个使徒，有11个使徒拢对遮来，拢是加利利人，敢若一个毋是，要看觅。卖耶稣的迄个，卖耶稣的迄个是犹太，伊是南边。对即边去的，所以伊的想法、伊的做法，甲其他11个使徒无啥共款。我想这是咱对即个历史背景甲地理来了解即个加利利即个所在。然后咱头仔所读的圣经内底有讲到一个地名叫做伯赛大。什么人是伯赛大的人？敢会记得？含拄仔咱读的圣经，伊讲到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然后腓力甲什么人共城？甲安德烈、彼得共城，甲即2个兄弟仔共城。伯赛大伫对，伯赛大伫遮，伯赛大伫遮，拢是伫加利利湖的边仔，也是加利利海的边仔，拢差不多是伫即个所在。所以耶稣家己本身以及12使徒内底有11个。拢是伫即个区域来，加利利即个名是地区的名，但是有时啊，人会讲拿撒勒耶稣，拿撒勒是啥物？拿撒勒伫遮，伫加利利的南边，拿撒勒是一个城，伊是一个小小的城。迄个城是安怎遮尔无重要？你看迄个拿但业伫迄个腓力甲讲，然后伊的回应讲。拿撒勒会当出啥物好物件？就是因为迄是小可所在，就亲像人讲着讲高雄永安会当出啥物牛人？无啦，迄个庄卡所在，敢若石斑、甲鱼仔，石斑甲鲈鱼尔，无啥物好物啦。迄款的意思，所以伊足看轻迄个所在，就是因为拿撒勒伊毋是伫一个交通要道。伊嘛毋是伫一个经济枢纽，它也不具军事价值，它更没有任何的矿产，伊只是伫路边真远山区内底的一个小小的城。即个城
一直到伫耶稣出现以后，才会较出名，是因为耶稣的关系。啊，若无即个城，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伫即个中间，咱所读到的故事，咱看到讲耶稣要去加利利，伊要转来到伫即个所在。啊，搁有另外一个迦纳嘛是伫遮，迦拿甲水变做酒的，拢总是伫即个区域。当耶稣要去加利利，然后拄着腓力，啊，拄着腓力甲伊讲对我。是安怎？耶稣甲腓力讲对我，腓力安怎做？转脸面对耶稣，然后腓力伊搁拄着拿但业，转去甲拿但业讲，阮拄着迄个摩西法律内底所写，以及先知内底所讲的迄个，什么人？就是拿撒勒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即个腓力甲拿但业安尼讲哦，阮已经拄着迄个人啊。结果拿但业伊安怎来甲伊？拿但业伊伫即个中间，拿但业伊甲马太福音内底第10章第3节中间有一个人名叫做巴德罗麦，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伫即个无共圣经的记载中间，因所使用的名无啥共款。啊，搁较趣味的是，即个拿但业本来伊的名有可能叫做耶稣，甲咱的迄个主基督耶稣是同一个名，但是为着伫圣经内底要有所分别，所以甲伊的名用另外一种的语言来称呼，无用耶稣，所以足趣味。咱伫圣经内底敢若会当看着，会看着几个耶稣？一个，圣经内底敢若一个耶稣。但是你若去菲律宾吼，我较早伫遐个所在，你若甲伊问吼，你叫啥物名？因足侪人的middle name内底，拢总叫做耶稣。但是足趣味，圣经内底敢若一个名。啊，伫即个中间，即个拿但业转应腓力讲，腓力甲伊讲来看，然后耶稣看见即个拿但业，转甲伊讲。你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心无鬼曲。拿但业转伫迄个中间，足奇怪。你是对对捌我？耶稣，你是对对捌我？你较会知影我的心咧想啥？耶稣安怎甲应？耶稣甲应讲：你伫迄个无花果树骹的时，我就已经看到你啊。拿但业转甲应讲：你伫无花果树骹，就看到我，你就捌我吗？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以色列的王。我想伫即个中间有几项代志足奇怪，咱需要伫即个中间来思考。第一项代志，即个腓力是安怎？耶稣一甲讲对我，然后腓力就随走去对耶稣，不止对耶稣，搁去甲拿但业讲，阮已经拄着迄个。摩西律法甲先知所讲的迄个，就是弥赛亚。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当拿但业听见讲拿撒勒会当出啥物牛人，结果伊看见耶稣在甲伊讲话，知影伊所想的是啥物话，是安怎伊嘛脸皮来对耶稣。伫即个中间，我想要用两个角度，互咱大家做伙来思考，到底是耶稣真正牛？伊会当改变人的心智，互遮个人腓力甲拿但业改变因的想法来对伊。或是耶稣真正是足够找伊的学生，伊知影什么人心内咧想什么，伊知影什么人会当做啥物。圣经内底无记载，但是腓力甲拿但业。即两个人后来伫耶稣就天了后，因去传福音的时，即两个拢做真好的工。一个去到非洲，一个去用北非，伊死的顶十字架，然后一个搁去用北非。所以伫东正教也是有咱新教以外的基督教，因有真侪无共款的记载，因甚至像迄个拿但业，伊传福音了去用，伊死是北非。所以，因咧纪念伊的时，是用
3支剥皮刀，来纪念即个信徒。啊，若是天主教是叫伊宗徒啦，就是即个是教宗一个足伟大的信徒，所以叫伊宗徒啦。宗教的宗，门徒的徒。即两个人因拢有真好真强的心智，但是趣味的是，当因面对着耶稣的时，是安怎念悲，因就会当有遮尔直接的反应。一个随对耶稣，一个随时知影讲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哦。我想伫圣经内底所记载的耶稣伫即个中间拢无讲真侪话。我想有较可能的是，即两个人心中早就已经存在真侪伫因信仰顶悬所要服侍奉献，以及要超找的弥赛亚。我想因已经咧等待耶稣等足久啊！因心内一直有迄款的热情，迄款的期待，一直咧等待即个弥赛亚到底当时要出现。无拍算，即个弥赛亚出现伫腓力的面前的时，转互伊听着讲对我想腓力有可能是看着耶稣甲伊讲的迄个心情，迄款的感觉。然后雄雄知影讲，就是即个。我毋知影咱敢有人相信一见钟情。我想伫顶个月，咱的石盘团契内底嘛有讲着，咱的总太兄有讲着，即个一见钟情。你若有来，你可能会听着讲所讲的一见钟情。毋知你有相信一见钟情无？可能有个人因的婚姻的开始是因为一见钟情。但是这甲我的经验无啥共款，因为我甲我娶某的对象，我第一眼看到伊的心内所想的，实在是无咧偌好，我足混乱的，也真艰苦。敢真诶，上帝啊，你爱我娶的是即个哦，哇，想到就好。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无互我的意思。来赢过上帝的意思，所以伫迄个中间，我感觉，若是照我家己的想法去做的，拢无啥物好下场。若是照上帝的意思，也是照着一寡先辈的意思，也是伫莫用我的目睭所看到的来想、来决定的话，我的结果可能会较好。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我无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因为我若照着意思，照我家己的意思去做，今仔日可能无共款啊。但是伫腓力甲拿但业因的经验内底，却是因的心内已经有一个期待，检采有一个面貌，有一个面伫迄个所在，讲我伫等待一个人。当伊若开喙的时，我念悲要对。所以拿但业本来还阁真怀疑讲，拿撒勒是会当出甚物款的人，哪会当伫即个中间讲要会有外交的人伫即个所在出现？但是当伊甲耶稣讲过话了，耶稣伫啥物所在看到拿但业？伫无花果树骹，伫迄当时迄个所在，就是真侪人会伫遐讨论的，会伫遐讲话检采讲国家大事，检采为着某一寡物件来图谋，检采为着某一项物件来计划，但是伫迄个中间。上帝已经通过耶稣知影拿但业伊心内底想啥，伊所拄着的、所欠的，敢若差一项，就是等候耶稣的出现。亲爱兄弟，你的心内所存的是什么物件？耶稣是什么人？即个耶稣有什么特别的所在？我想对我个人的感受，对我信仰的体会。我感觉耶稣是一个知影人的本性甲特质，即个所有的本性，毋是咱用外口的面貌去包装。伊所知的，伊所了解的是咱心内迄个上界特别的，甚至包括咱家己所无了解。耶稣是甚物人？耶稣伊真正知影人的需要甲渴望。伊知影咱上界心内底迄个所爱的想法，伊甚至清楚人的软弱甲无助。虽然有真侪人无愿意承认，
有真侪人无愿意承认家己的需要、家己的渴慕，有的人无愿意承认家己的软弱、甲家己的惊吓。但是耶稣伫即个中间，伊伫等待人开伊的心门，然后来悔改。伫希伯来文内底，并无悔改即个字眼。悔改意思是甚物？悔改伫希伯来文所表达的方式是挖转来、转回来、改变方向。悔改是甚物意思？悔改意思就是你所行的若是毋对，毋通阁行落啊，爱换一个方向。耶稣来伫即个中间等待人要开伊的心门，然后愿意重新敲找人的方向，重新改换人的方向，甚至回头行转来，对伊所讲的话，对伊所行的行为，对伊所做的代志，会当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咱伫遮讲，耶稣带来人新的生命，互人定头前。耶稣是甚物款的人？耶稣是一个远就会当看见拿但业伫无花果树骹，就知影伊伫想啥。其实今仔日的重点，并毋是拿但业有外厚，也是耶稣有外厚来知影要讲啥。今仔日的重点是，伊知影腓力甲拿但业早就已经有心要参与伫上帝国内底的事工，所以今仔日耶稣来，互即两个人有重新军队的机会，去做因过去人生所无法度达成的目的。其实，若有机会，咱若去看腓力甲拿但业，即两个人伫圣经内底记载其实无介济。但是不管即两个人，因对耶稣的应答，拢是真深信仰的坚信。意思就是讲，因的信仰本来就真好。迄个信仰是甚物款的信仰？我想简单讲是犹太教的信仰。但是因了解，耶稣就是迄个来，要实现犹太教内底所讲的迄个弥赛亚，然后互真侪人伊会生活性命得到换新的机会。今仔日耶稣伊知影人、了解人、清楚也咧等待。但是今仔日的问题是在于，你有相信无？你是毋是有亲像腓力甲拿但业准备好你的心？有真侪人，伊拢咧讲伊咧敲找，伊不断咧敲找。你想要敲找一个好的教会、水的教会，以及一定有价值的人，会当互伊伫迄个中间来服侍。但是伊伫伊人生的敲找过程中间，却从来无愿意委身。伊永远拢咧敲找，伊无愿意为着一群人来做、来行、来死。有真侪人伫信仰顶悬，伊无法度做一个决定。伊会当甲你讲，即个信仰袂歹，即个信仰真好，但是伊甘愿爱有自由，伊无爱受到束缚。伊要伫伊的心、伊的肉体、甲伊的行为顶悬，会当照着伊所享受的，满足伊家己心内所有一切伊爱的。但是伊无愿意受束缚。有的人，伊所爱的是去做伊家己决定的代志，但是伊无愿意军队。今仔日伫基督徒内底所讲的基督徒三字的意思是甚物？伊所讲的意思是军队基督的人。即个军队基督的人是一个被动的，因为只有甚物人是主动？只有基督是主动。所以基督徒所行所做的，就是照着主耶稣所欢喜、所喜爱的来行来做，毋是照家己所欢喜的。但是今仔日咱有偌济人愿意伫咱的信仰顶悬有即款的反省，然后实践伫咱的生活顶悬，真正愿意安尼来做。有真侪人会因为讲啊，基督教即个宗教袂歹，劝人做好事，讲听这拢袂歹，但是干那到遮就好。
所以伊若愿意来教会，伊愿意接受这份信仰，就是因为伊认为讲，基督教拢是劝人做好，然后要做善事。所以我只要若会当做善事，安尼就好啊。所以即个基督教、基督徒的名词，敢若囥一半伫伊的身躯，因为伊敢若愿意做世间人所看见迄个好的事、好的代志，但是伊无愿意屈价伊家己降服伫基督耶稣的下底。我想这是伫咱信仰顶悬，有时会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因为咱愿意做好事。你要叫我奉献帮赞某一个软弱散车，还是拄着危险的人，我愿意。但是你要叫我读圣经来看我家己心内所有的欠缺、软弱，甲所犯的罪，我无爱。我偷有犯啥物罪？我无罪啊！我无犯法，我无偷无抢，我也无拐，我无做任何会互判刑、掠去关的代志。但是独只有伫基督耶稣的面前，伊被降服伊家己伫上帝的面前。然后第四项，真侪时咱拢隐瞒咱家己心内迄款的软弱，咱无要互人看见，咱无要互人知影。不只是人，尤其是伫即个所在，真注重隐私。所以我所住的厝爱有隐私，所以我爱有我的 personal bubble， 你毋通侵犯到我。所以伫我的心内有一寡秘密，我遐个秘密无要互你知影，啊个你毋通去阮兜的地下室，因为我遐无要甲你分享。我想有真侪物件，咱拢伫即个中间藏伫内底，人无愿意互人知，人嘛无愿意互上帝知。人更无愿意，耶稣拍门的时讲：耶稣啊，你嘛甲我拍门，歹势我无晓。我无愿意开我的心门，照你的方式来听人。我敢若愿意用我的方式来听人。啊，你听人的方式，甲我听人的方式差不多啦。你互人一碗饭，我会当互人一碗半。耶稣，你无啥物财产，无啥物钱，我有剩的，我会当分人。我想有真侪时，咱拢伫迄个中间，用咱家己的想法得军对耶稣，然后用咱家己所有所爱、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做咱家己所讲的基督徒。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加利利的耶稣，伊毋是一个无熟悉人的人。今仔日伫加利利地区顶悬有真侪异族外邦。有真侪无共款的人伫即个所在咧生活，伊会当伫即个所在找到真侪无共款的人，但是伊独找到腓力甲拿但业，是因为因两个伫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上帝所要备办的迄款对信仰的热情，以及愿意服侍上帝的心志，伫因内底藏真久的等待。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咱嘛来做礼拜，咱嘛会当挂一个真好的名声，讲我嘛是去到教会，我嘛奉献，我嘛做好代志。今仔日我嘛愿意为着某一个人伊所受到的重大困扰来甲伊分享。但是亲爱的兄弟，咱是用咱家己的方式来听人，还是用耶稣爱咱做的方式来听人？即两款的结果真无共款，伊上介大的差别在伫，咱是用耶稣做主，还是用咱家己来做主？咱是毋是有愿意伫咱的内底，将所有一切无好的，拢总搁一摆摕出来讲主啊，遮个我拢要放弃。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51节最后一句。耶稣因为看见拿但业伫遐讲，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专甲应伊讲，因为我甲你讲，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所以你着相信我嘛。安尼拿但业
你即个人真有福气。因为51节伊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就落伫人子的顶面。所以耶稣伫即个中间甲拿但也讲，若假使我安尼甲你讲，你着相信。我想，你今仔日看到地面上所有的物件，不只是安尼，你不只是要看到所要成就的事，你也要看见着天开。你要看见上帝的天使，甲人子安怎伫地面上行权能甲荣耀。你有相信吗？今仔日咱的圣经，有个人读真侪摆，可能有个人还袂开始读。今仔日咱的祈祷，有个人真够祈祷，有个人可能连阿门拢讲袂出来。但是无论今仔日你的信仰行到什么款的地步，你有偌深的基础，你是30年、40年的基督徒，还是第5代、第6代的基督徒，这拢毋是重点。重点是你有相信无？你有相信即个加利利的耶稣是来要敲碎迄个甲耶稣愿意相同工的人？你有相信咱伫心内所备办迄个对人类、对世界迄个美好的梦想，要因为耶稣来成做实现的困难？你有相信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咱的三角组织毋是雄雄伫遮出现的，是因为上帝有伊美好的旨意甲安排，为着要伫即个所在成就一个上帝所要成就奇妙的大事。你是即个成就大事内底一份子，你有愿意相信？假使你若愿意相信，你要看见比现在所看到搁较大的事。当你的心内有一个清楚的信念，愿意讲主啊，我愿意军队用你的方式来听人来做事的时，也愿意为着即种的信念来付出代价，甚至愿意伫咱的生活、生命中间，咱放杀咱着放杀的物件时，圣经所讲的吞忍到落尾，得也要得到福气。今仔日，咱毋知有机会看见天开无？咱毋知有机会看见上帝天使会当落伫人子的顶面，然后互咱遮个军队的人三角伫遐同工，三角伫遐接纳，三角伫遐赦免，三角伫遐敲揣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的价值。我想要看见比这搁较大的事。伫即间教会内底所发生的，伫即个教会内底所聚会的人以外，我想要看到比这搁较大的事。我想要看见上帝搁较大的荣耀彰显伫咱的中间。我想要看见搁较侪人伊的心神得到造就，然后伫伊困难背动的中间，会当继续得到快乐，跑走伊继续的路程。我想要伫即个中间看见一群人愿意为主、为耶稣来尽忠跑走的时，就看见有侪侪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来得到福气。我也愿意看见比即个我家己的性命搁较大的事。假使我家己性命的价值只有3分，我想要通过伫即个中间，互我的性命价值成做5分、6分、7分。甚至是搁较有价值。你有想要看见比你现在所看见还搁较大的事，搁有价值的事无？愿咱三个伫即个中间，亲像腓力甲拿但业共款。无论进前因是做啥物货，总是当咱备办咱的心，愿意要甲主耶稣同工的时，主来讲对我，咱就对的。对伊，当耶稣看见咱坐伫教会内底敬拜上帝的时，伊也对咱讲，讲你是真正以色列人，伊也对咱讲，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然后咱的心也要伫即个中间向上帝来讲，耶稣啊，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以色列的王。愿咱三甲伫即个中间互相勉励，互咱看见比现在所看见搁较大的事。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因为阮常常用阮小信的信仰来跟对你，致到阮的军队无溃烂。阮常常用阮大大的意思来行，致到阮拢家己行家己的路。主，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重新来恳求，互阮看无家己，独独来跟对你，互阮看见伊伫家里你的耶稣，捌愿、了解愿、清楚愿，也听候愿。我要伫即个中间重新开阮的心门，向主你来讲，主啊，阮愿意跟对你，亲像你爱阮跟对的一样。阮愿意你的荣耀彰显伫阮所住即个教会顶面。主求你赏赐阮有搁较远的眼光，赏赐阮有搁较深的心智，赏赐阮有搁较坚定的信仰，赏赐阮，互阮有搁较有溃烂的骹步来跟对你。愿你施恩赐福伫阮中间每一个愿意伫你面前摆热心志、重新出发的人。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